10斤以上啊，这个，哇，巨货。到哪了？我们今天指定的地方啊，过来了。都在啊，给鱼这脖子上扎上草。下水，准备啊！该上扣子了，你捣蛋摸去。上扣子啊！你俺笑里头，哎呀天，我就像10个断，你不笑里，得皮人了。大家吃了10个月的鱼，只能在外面干1、2个月。那不给俺笑点力，你看得皮人了。你妈鸡的。好了，基本上都扎差不多。下水。侯船正在带领我们后边的所有的渔民和船员啊，向外边的地方转移。连过去。这个沉船底下，这里边说不定有鱼。那里啊，出来了，大家伙，看一下啊！上货啊！这个家伙可以，哎呀，大货！来了！看一下啊！哎呀，漂亮！这大货。哎。